但即个语言，伊的即个字形甲音素，伊对每当字无共。比如讲，咱来看，若是汉字来讲，若是汉字，咱拢知影有6种的迄个造字的原则嘛吼。比如若像即个字对跟它读，有边不边，没边不中间。所以可能就会咱就会甲读做米嘛吼，啊，就是伊的意图吼，即个物件，佮加上伊的身符，安尼即个字敢读出来？就会读鸡对无？歹势，即读做坤吼，所以安尼就毋对。这个是汉字，咱要读即个字的时阵，无一定爱透过3个、4个即个步骤，才有法度甲读出来嘛吼。啊，当然，比如讲，咱来看即个英语来讲好啊吼。英语咱讲就是伊嘛是拉连文字，伊嘛是罗马字啊，甲会怎好读？我若即个无写出来，其实即个事大家拢足熟悉啦吼。啊，但是无人去想讲吼，像那这。咱摆做西哈了，赶快是 O， 一个读做 R， 一个读做 O 咧，对无？啊，所以其实在英语内底，当然伊的拉丁文字、赶快拉丁文字，伊嘛无字形加字音的音跟音的对应，吼。啊，上无咱即马家己有啦，这要怎读？对于有食饱未？吼，就是照这个文字，安尼读出来，这目前家己应该是讲伊字形。字音是真对应的即款的物件。那照理论来讲，这物件学起来，伊的 awareness 应该是搁较清楚、搁较咱会使运用去其他的即个语言吼。所以伫即款的即个关键就是讲，大多数的学生嘛，就是讲即款的能力，就是讲为家己母语的即款的，譬如讲伊透过即款的，伊对于对应的即款的字声诠释出来了。伊会使将做一个看语言能力的物件，吼啊，所以用即款的即个review 来做咱的即个前提，吼来看咱即摆的即个这免用啊吼，迄个调查的即个结果啦吼。啊，先看要怎调查，就是讲以即个行年度的1年啊来做即个咱的对象。啊，一个年级有2个班以上啊吼，啊针对背景参加的即个角色来设计。啊，过来筛选啦吼，就是讲阮囝个就是讲，共款一间学校内底经2班，一个是实验组 treatment group， 一个是即个control group， 即个实验组对照组实验组甲对照组啦吼。啊，而且即个实验组甲对照组拢是共一个老师教。啊，实验组伊就是除了正常第1课1节以外，佮加2节。即个用罗马字的课程的学生啊，啊，另外一个对照组就是正常的，敢若一节课安尼啦吼，啊来看伊的即个结果是安怎啦吼。啊，阮做的测验有3种啦吼，当然是即个 reading， 啊，佮有一个是伊的迄个声音觉示，啊，佮英语的第1班英语的即个 phonological awareness 吼，2种拢做。测验的时间呢，伫即个 reading 的即个部分吼，主要是伊学过一当了后来认班讲，伊的即个学捌即个罗马字的效果安怎吼？啊，阮用的即个试字就是用透过即个电脑即个荧幕来操作啦吼，是讲伊迄个互伊一字一字来甲读出来，吼啊，包括佫会使计算伊的时间，啊，计算伊的正确率啦吼。啊，这是伫即个 reading 的即个实验总共有即64个人啊吼。啊，另外就是讲，互伊读这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内底有敢若汉字甲罗马字的，啊嘛有敢若罗马字的，吼，来看伊有汉字甲罗马字的，甲敢若有罗马字的这个字，吼，小可互伊比较看伊结果安怎，吼。啊，另外一种就是我刚才讲的 phonological awareness。这个部分呢是伫2年啊较做，啥物咧？伫2年啊较做呢？因为全台南市2年啊规定爱上开始专门拢一定爱上英语课啊，吼啊，所以这个时阵是伫2年啊后学期，因上了英语课了，后来做因的英语加台语，吼，这个时阵已经无，阮头仔讲去了一礼拜佫加2节啦，因为过1天了，较佫来做同一批人，看伊的结果是安怎啦吼。啊，所以测验的方法，头仔讲有这3种加起来嘛吼，就是
一个三声母，啊，搁一个脑力，这三个部分啦吼。啊，所以咱先来看咱的这个调查的结果吼。第一项吼，就是讲要有真侪家长拢会足烦恼，就是讲，我的囡仔加上可能这课吼，啊无去上迄个英语课，毋知讲吼伊的讲义，也是讲伊的数学会考较歹，啊，所以我为了要不让家长害怕嘛吼，啊，所以就是来比较讲实验组甲对照组，因为国语成绩甲数学成绩敢有较歹无吼，啊，再来，即摆因为即个罗马字就是讲 reading 吼。识字的成果，就是发现讲，确实，这个实验中比对照中，伊效果加较好，伊较够读罗马字，所以效果是肯定的，啊，另外就是阮用的这18个18个字，这18个字是为全国的5种教材，5种的台语教材选其中。共通的18个字出来测的啦，结果发现，请讲，我讲重点所以发现就是讲，当然伊对来讲也是较困难的，要是有这个上题，甲无上题这个音嘛，再来我来直接讲结论啦，因为这个时间到的关系啦，安尼我来跳去结论好啦，我的结论是，真简单讲就是讲，台语。就是这个一当了伊来做这个2年下学期，这群小朋友啦伊的台语的这个声韵爵士效果比实验组加真好。再来就是咧，伊离这个英语的学习嘛有真大的关系。透过这块咧，迄个回归分析了，会使知影讲，伊的母语的声韵爵士了，就是讲伊是实验组，所以伊这个比控制组较悬。伊学习能力，伊的母语的这个英语能力有关咧，伊的英语爵士成效嘛加足好，所以会使预测英文的学习的效果，是阮的这个实验的结果啦，所以因为时间无够所以我就直接讲伊看阮的结论啦咱首先我来操断毋过真正是安尼啊，就是讲台语的老师确实会使增加台语的识字的这个 reading 的这个能力啦而且就是讲这个含 reading 的甲理解嘛有真大这个相关性啦增加两者当然袂去影响其他学科的这个成绩而且对台语的这个 reading 甲对伊的这个 phonological awareness 是真有效果的对啦再来伫个这个 crossing linguistic 这内底，发现当然实验组伊比这个对照组更较悬，伊的这个 phonological awareness， 不管是伫台语还是伫英语内底，而且透过这个回归分析，会使知影讲，伊的台语伊学了这个如何，伊的英语我们就可以预测他的那个学习能力又可以更强了这是我们简单的这个结论的下。What I have to say. Maybe I have to excuse me, because I just had the abstract. So I try to summarize somehow and to check whether it's okay. So you evaluate the influence of teaching Taiwanese using Loma Pinyin, and you found out that students improve their reading of Taiwanese in Chinese characters. It's word reading. Word reading. And awareness, and then they transfer this to English. So I actually have more questions, but maybe I just raise them and you answer them later on or directly. So there is the methodological problem maybe that at the same time they were learning Bokomoko, or they were acquainted with Bokomoko. So the question is, did that interfere or did that help instead of learning Taiwanese with the Loma Pinyin? And the second is, can you explain, you showed clearly that in Taiwanese there is a closer relation between writing and pronunciation, while in English there is kind of a little bit usaway, so sometimes always an O, sometimes always an R, etc. So how can this transfer of Taiwanese to English, although there is such an important difference?
and another phonological system, phonetic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maybe. Yes. So, does that interfere, or how make you sure that it does not interfere? So, if I would be mean, I would say all this is not because of learning Loma Pinyin, it is of learning Popomo. 其实像伊讲的吼，真多真侪这，毋是敢若家长的吼，真侪老师来考试。阮迄个囡仔同时一礼拜，我爱你10周之内学会嘛吼。伊迄个中文迄个国语课，一礼拜有50的时间爱学嘛吼。所以囡仔就像咱即摆迄个课纲嘛，有一寡精力啦吼。赶快赶快是这个本土课程的这个教材，但是想到原住民啊，也是新住民，因的这个拼音，因的这个上基础的这款的 ABCD， 会使为1年开始。但是若讲到台湾人的台语的时阵，就讲安尼会造成困扰，会会 confuse， 所以袂使为3年开始学，都有这款的迄个想法出来啊吼，所以。这也是我要做这个实验的一个上大的这个动机甲原因嘛吼，因为就是讲实际上因袂感觉困扰，囡仔伊嘛袂惊，但是惊的是老师，吼，就有这款的，实际上吼这款的，阮嘛做一个采访嘛吼，刚开始有真侪老师反对，但是做到尾仔的时阵，拢会感觉袂歹哦，搁咧继续，阮这叫做已经3、4单。所以嘛，主要是搁咧继续咧上哈。第二个问题是，the second question is. You say there's a transfer from Taiwanese to English, but the systems are very different. Yes. Like you say, 有因为这个跨语言的伊这个 phonological awareness 这 ability， 伊这个能力是要怎来是不是因为更较上接近的这个语言，譬如讲。伫早期，can you understand? I'm talking about. 伫早期即个研究吼，也来讲伊是做较接近的，譬如讲即个英语加荷兰语，但是英语加德语的即个双语的即个囡仔吼，伫早期当然是会使即款的研究太济啊，吼，像即摆你凊彩找即款的研究，可能1,000条以上的物件都会使出来对啦，就是讲伫早期做安尼。像即几工，譬如讲伫台湾吼，毋若是即个共款是拉丁符号，共款即款的即个符号，譬如讲嘛有真侪人做中文的某包括，甚至是迄个中文的迄个声符加音符，含英语的即个 phonological awareness， 即个双语学习者应用的即个 phonological awareness， 即个跨语言能力之间跨语言转移的即款问题。嘛有大多数的拢讲是有正向的转移，就是讲这个 phonological 其实伊不管当然就是讲是伊是这个有可能就是讲同款是多字型对一音，但是一字型对一音来讲，伊本身会使互人理解，像咱刚刚做的就是，知影这个上基础的这个语言的音韵结构、谐音的音在音节的结构 segments structure。是说做安怎？即个囡仔伊有法度来分析伊的 segment structure， 安尼伊本身就较有即个能力的时阵，伊是会使应用无共即个语言语言，伊来讲理论是大多数研究成果是安尼。Thank you very much. Proceed to the next speaker. 请欢迎来到这个地方。开始我今日想要向两家我差不多听啦吼，请真在者吼。今仔日我要讨论的就是讲，即阵听教材对家己甲英语的即个 phonological awareness 的效果是安怎吼？我先简单讲一个背景啊，是安怎要用即个专导的即个教材。一般来讲，迄个台湾的即个市场吼，伊迄个小学的即个教育。主要是有真侪出版社，吼，平安的也是康轩呐，吼，即个真侪出版社，主要拢是用即个小学的现场，吼，拢是用汉语来做主要即个教材甲即个教法。
啊，所以伫年代人是伫个102当即个学期的时阵吼，伊就会考本来做即个专导的教材吼。啊，所以即个专导的教材就是希望讲，希望即个开始希望讲，伊大家起小可有即个声音讲，要去模仿即个议题啦吼。啊，就伫即款的即个背景下骹，啊，所以阮迄个结合。因为大家市的即个内定学校、小学来做即个全部拢是罗马字的教材吼，啊内底包括放假啦、啥物啦吼，啊所以今仔日咧讨论的就是讲，透过即款的教材，啊伫即个小学1年啊，即个课程内底吼，一礼拜搁增加2节课，专的即款的即个教育了后，对囡仔会使身心上的好更吼，啊所以。现在是咱的迄个本的即个145代，第18系可以样的即个所在哈，啊所以我也使放起来了哈。好，啊所以即个研究的主要有2个目的啦吼。第一个目的就是要了解讲，即个专科的即个教材，伊的即个效果。教起来是安怎？而且第2个部分就是要讨论讲即款的即个透过母语的家己的即个教育的罗马字的即个教材，对于看语言咧学外讲语言的时阵，敢有产生搁较好的迄个正面的即个转移啦吼。啊，所以主要可能针对开到迄2部分看。啊，所以我会真简单来讲，譬如讲要看即个 phonological awareness 的时阵啊吼，当然是爱做即个简单的即个定义嘛吼。啊，即个 phonological awareness 大概和一般的定义是差不多啦吼，音zan啊、also ring 啊，甲即个本人的即款的字个迄个了解即个能力嘛吼。啊，再来就是简单讲即个过去啦吼，拢会使讲即个phonological awareness 的训练对囡仔的 reading 有真好的即个效果，会使诚做伊。迄个 reading 将来的即个发展的即个指标之一啦吼。啊，搁另外就是讲简单讲啦吼，伊的测验的方式有真济。啊，阮主要的采用的伊的其中主要是3项啦吼。其中的1项就是讲syllable 来测，啊，开了其中的1个 syllable 了后，对囡仔敢有法度读其中的1个 syllable 伊会音摘出来。就是讲开掉伊的 onset， delete 伊的 onset， 了后。有法度读出的迄个 ring 迄个所在出来，啊，搁另外一个是哪面就是 ABCD 有法度安尼读出来即个部分吼，因为即3个伫过去的即个研究内底是上有效果的吼，啊，所以搁来就是要看讲伫无同语言的即个效果是安怎啦吼，比如讲咱来看即个。